去旅行習慣帶自己風筒嘅人，今次有福啦，可以唔使再煩電壓問題。Dyson Supersonic Travel 係 Dyson 首款專為旅行而設嘅風筒，機身只有330g，比標準版輕大約25%。攞上手真係非常之輕啊，好似一罐嘢飲咁。長頭髮人士就算要吹好耐頭髮都唔會覺得好辛苦。細部就算放入小型行李箱都唔會霸位。今次用上咗粉金配色，加埋帶少少粉紅色嘅手柄，無論係自用定係母親節送禮都幾啱。風力方面 ，Travel 版提供2段熱度同2段風速，不過就冇咗1件冷風。實測感覺風力依然好夠用，唔會話因為選項少咗就要吹好耐。對比起某啲酒店嘅過熱風筒 ，Travel 吹起上嚟真係會更加舒適溫和，對頭皮都更友善。今次最大賣點就係支援全球電壓，由100W去到240W都可以自動調節，完全唔使再帶變壓器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 Supersonic 或者係 Neuro 嘅風筒造型配件，仲可以直接共用，即係話去旅行 set 頭都可以用翻用開嘅配件啦。另外 Dyson Supersonic Neuro 今次亦都推出咗限量嘅油霧杏土色，設計有住滿嘅清新夏日感，我自己就更加中意呢隻色。另外 Airwrap Coanda 2X、Air Strike、Supersonic Allo 都有限定色。相比 Travel 版 Neuro 嘅功能就會更加齊全，有1件冷風，多1段溫度同風速，仲有智能感測系統，可以根據距離自動調節溫度，大約係維持喺55度，減少過熱對頭皮嘅影響。佢亦都會重身少少同紮實啲，但又唔會話好笨重。手感係偏向高級同舒服，用喺屋企做造型就會更適合啦。最後 Dyson 仲帶嚟咗新產品 Dyson Amino 係一款免沖洗護理頭皮產品，洗完頭喺半乾狀態下用少少，再輕輕咁按摩，質地清爽之餘仲可以保護頭皮，日常用都幾加分。今次 Dyson 2款風筒配色都非常之靚，嚟緊母親節，大家如果想送禮，不妨考慮下啦。